我哋睇下一個多元社會啦。香港呢一個屋企，邊度都係寶。冇錯，多元社會嘅第一步就係守法。你睇，過馬路要睇清標誌，綠燈行，紅燈停，安全先係第一名。守法之餘，仲要熱心，我哋要關愛他人，可以讓社區更温暖。好攰啊！我哋去茶餐廳食個蛋撻啊！呢個係香港珍貴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！酥脆嘅外皮，滑嫩嘅蛋漿，呢個就係傳統嘅味道。快啲睇呢段運動推廣片啦！影片裏邊嘅運動員好型，我哋要動起來，強健體魄。走，我哋一齊去公園做運動，無論係流汗運動定係為隊友歡呼，呢份拼搏嘅精神就係多元香港嘅活力。守法、關愛、傳承、運動，讓我哋一齊建設更美好嘅香港啦！